村民现在进入里面反政府活动。有位太冷氣嚟啦！现在目前所有的村民都进入了村委会的大厅上。现在想上楼去。上面很混乱。所有的警力都出动了。你好，我盛元，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山市古镇海洲村村委会正在发生由村民发动的一次反政府的活动。他们都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牵延活动示威。其起因是大队领导贩卖当地村民的固有领土，一共收益高达30多亿，但是实际上到1万多村民的手里的
也只有预算的每人5000块人民币。在场的村民怀疑村委会有贪污的行为，村委会没有土地就等于没有了农田的耕种，也没有土地盖房子。现在都围攻了2楼的行政区，你看所有的长辈都是虚有其表的，虚有其表的。现在各方领导人都没有站出来，都是畏畏缩缩的，想逃避现實。其餘的全民都上了樓搞領導人理論去了。現在都在談判。這位是領導人，你看。你搞掂佢啊！係啊，唔係村民開㗎，你睇唔見嘅？你睇啲嘅，拖，你走拖，你拖，你入你拖，拖。下村就冇咗，唉，你幾多位？下兜咯。領導人都走了，事件還沒有解決。現在目前這就是談判的。現在正行談判。我咪嘥氣啫嘛，你對唔住買落。係啊，買唔到啲你實質嘅。係啊，有咩唔好？即係點明白？咁樣啦，各位會當村民大家好啊，我姓蘇啊，我哋古鎮顧思傑啊，蘇玉山。今日大家都知道去咗嗰件事，今日我哋都當喺政府都好重視啊，到下地鐵商場去處理呢件事。目前咁嘅情況咧，咁就大家都唔想啊，呢啲嘢我相信你哋都唔想係咁嘅局面。因為我哋今日咧要呢啲想話啊，我希望咧就你講呢啲意見都求我哋全部一記錄啊，只有我哋逐一去清查，然後喺個合適嘅時候，我哋將大家公佈有關嘅情況。咁啊，希望啲記錄咧，你哋大家講嘅啊，希望大家一個講，其他就冇嘈，就聽你哋講。咁啊，有啲重複嘅問題咧啊，重複嘅問題，你哋希望咧，大家就冇去講啊，講一啲唔同意見嘅，我哋就記錄啦，好唔好？嗱，第一件事啊，第一件事，我就報咗啦。係啊，佢開睇下有冇實行啊，一個月話時間嚇。第一件事啦，至於嘛，依家海州係咪有股份制啫？係股份制。你講我呢啲。依家海州股份制，出世嗰啲係買股份制係咪先？合法出世嘅都買股份制，但係點解個合法出世叫冇呢個卡冇四個卡？最簡單一個問題係咩？佢點解冇響度？佢可係海州嘅股份人喎。
我哋啲醫保卡最簡單嘅醫保卡係1000蚊一年㗎，都要上手㗎，1000或者俾埋一個，係咪先？公唔公平先？呢個係語言絕對係唔公平嘅，醫生合同。仲有海州咁多土地賣咗出嚟，流咗出去，係點樣分配？點樣係咪？點解一路海州啲人公佈唔到出嚟？仲有海州咁多官地，點解唔開發？係咪先？你啲開發喺10年之前開發，要等到今年10年後先開發，俾人哋俾咩點樣辦先？經唔經辦？揾咩交代？係啊，你講嘅。一個啊！要跟大講。你開發唔到，而家就講先。你開發唔到係咪？而家先話你開發，係咪樣樣困難啲事？咁當初啲錢賣地嘅錢去邊度？點解要欠落咁多錢？點解同銀行貸咁多個億？你解咗出嚟啲千萬聽，係咪？係。都係屬於自己嘅嘢。跟佢啲嘢㗎咋？爭咗係村民嘅福利都係啊。仲有。我嘅子孫後代嚟計，乜嘢上台都冇。講完未先？等你講。等你講啫，呢個問題。一個一個講，我哋係解決問題，唔係大家嚟嗰度。係啊，呢家就太多問題。我聽到你講，你聽我講好冇？係。你聽我講。我哋係為咗解決問題嚟嗰度坐。係啊，咁問你。有咩問題你就擺到咩問題，我哋逐一去清查。嚇！我蘇玉生亦都唔係盲人，人人都知，人人都識，人人都嚟到解釋，都唔滿意。咁啊，嗰個人講跟住佢講清楚，你講出嚟我哋要登記，嗰度登記。我哋係為咗解決問題，有咩問題大家要講。嚇！我喺嗰度坐係去座談會，唔係去似講我似講邊個簽文。你有咩問題，你大家可以提，重複嘅你就唔好提，好冇？我睇睇有啲記錄，要麼你就冇喺嗰度坐，你要點？要通過有啲合法去定開申訴，係嘛？今日你嗰輪你講完就可以坐下，坐低睇第二個有咩問題嚇？可以坐低快啲唔手，好，嗰度大家有舉手啊！首先喺市邊裏面賣咗咁多土地。我叫做縣城客，你拉我打靶啦！我有村民望佢㗎，佢發票係我有村民嘅意見咋。首先賣咗咁多土地，啲錢唔上啦。未入村之前，未入村賣晒啲土地，佢入村賣有7千幾萬入村，依家買同欠幾多錢啊？你哋做官嘅，咁啊多冇解釋嘅，佢同我説有時公事，因為每個業本嚟都以後㗎啦，要咁點解拿錢分嘅啦？大家睇究竟年年個財政財務究竟點可以有，好唔好？最後咧，我認為當過書記嘅一定要出嚟。係啊，支持講句佢真心嘅説話，貪咗有幾多？指導書記嗰啲貪出嚟，係咪先嘅？咁咪話做書記啦，搞個會事啊！用咗佢咩錢？來龍去脈係咪咩錢？我哋啲市民聽下。嗰度信貸咗又可以公開俾你，係嘛？呢啲